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9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4篇，列王记上卷22章24节到40节，罗马书11章25节到3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大疼。圣诗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在形容上帝至大无比的疼。歌词安尼讲：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喜乐互我，敬我卑微小看的人，互我甲伊近我护我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心倚靠，会得伊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迄日。第一节提到着天父上帝的疼，第二节到第4节就对这个圣子上帝、圣神上帝，到第三一上帝至圣、至悬、至大、尊贵的疼。副官咧提醒基督徒必须爱亲身来相信，就会通得到上帝的保守。但是若无亲信的、拒绝的，就袂会得到上帝的保守看顾。咱也看见着列王记上卷22章24节到40节的经文记载，以色列王亚哈的战争，也看到伊因为拒绝上帝的预言甲警告，因为安尼就丧失了性命。基拿的囝西底家行进前，献米该的这个喙皮讲：上主的神什么时阵离开我来对你讲话？米该讲：你去米伫蜜房迄日就会知。以色列王讲。将米该掠起来，交互市长亚文以及王的囝约西亚斯，甲因讲，王交代将这个人关落家，互伊一束仔饼甲水就好，听候我平安倒来。米该讲，你若真正平安倒来，就是上主无托我讲话，佮讲，恁大家会记得我讲的话。以色列王亚哈甲犹太王约沙法去进攻基列的拿末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我要改装上战场，你通穿你的王服。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。叙利亚王有吩咐伊32个战车长讲：毋通甲因的士兵还是官长交战，只有甲以色列王交战。战车长就看到约沙法就讲：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王。因就生气要攻击伊，约沙法就喊救命。战车长一个看到伊毋是以色列王，就越走，无搁入伊。有一个叙利亚的兵开弓，无拍算射入以色列王战甲的空壳。王甲赛车会讲：我着重伤，紧洗翻头，带我离开战场。迄日交战非常猛烈，有人呼王，互伊徛伫车里，面往叙利亚人，到黄昏，王就死。火对伤的空喙流到伫车底。日要落的时，有声传遍军营，讲逐个人倒去家己的本城，倒去家己的本地。王死，人将伊带到伫撒玛利亚，因将王安葬伫遐，到来钱伊的血，拄照上主的讲的话。亚哈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做，以及伊去造像的宫甲城，
拢记在伫以色列列王书。阿哈转去以色列做遐，伊的囝阿哈舍煞接伊做王。上帝的大厅是赏赐互既若相信伊的人，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，因为上帝是万民的，万民是伊所创造的，伊必定赏赐保守甲救恩，因为伊真疼世间人。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，罗马书11章25节到32节提到着，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这个奥妙的真理，则袂想讲家己是聪明。这个奥妙就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暂时疑心，到伫外邦归主的笑目满了后为止，安尼。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，照圣经所记载，拯救的会对释按出来，伊会除去雅各的无虔不义。迄时我要除去因的罪，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。一方面，对福音的观点来讲，以色列人因为恁的缘故，诚做上帝的对立。另外一方面，对竞选的观点来讲，因为因祖先的缘故，因诚做上帝所疼的人。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未改变，恁外邦人以前无顺服上帝，现在因为以色列人无顺服，恁才得到怜悯。同款，因为恁有得到怜悯，因现在无顺从上帝。是要互因嘛会得到怜悯。上帝将所有的人拢关伫无顺服的状态，是为着要怜悯所有的人。上帝要判断人的罪，判断雅各家以色列人的恶业，但是上帝却是要赏赐赦罪怜悯的疼。互所有相信并且接纳伊大疼痛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。诗篇54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拯救我，用你的权柄替我伸冤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暗耳空听我所讲的话，因为千万人起来攻击我。残忍的人笑想我的性命，因眼中无上帝。上帝确实是我的帮站，主是我的保护者。求你用我的对德对我所做的歹，甲因报应，照你的信息甲因毁灭。我要甘心乐意献祭物互你，上主啊，我要感谢称赞你的名。因为你是好，你有救我脱出一切的患难，我有亲目看到我的对德灭无。感谢主遮尔听阮，赦免阮的过错，赏赐赦免的恩典，互阮因为相信的得救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随时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